本節目由樂活有方贊助。歡迎收睇今集嘅經營有道。今集咧係特別版嚟嘅。過往嗰10幾集講緊咧都係一啲嘅商業嘅經營之道，而呢一集咧會講咧愛情嘅經營之道。咁一個喜訊同各位觀眾分享咧，最近成功求婚啦，所以咧今集咧亦都特別係用愛情咧嚟做主題嘅。講到愛情啊，你會唔會聽過以前哥哥嗰首歌叫做《今生今世》？佢個開頭係咁樣嘅：幻變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愛。愛情呢一個問題啊，可以話係困擾咗幾千年跨越東西嘅人啊。點解愛情會咁難呢？你有冇試過喺交友 App 嗰度好難識人，又或者一齊咗之後揾唔到話題，唔識得點樣同異性相處，又或者結咗婚之後唔知點樣再重拾翻拍拖嘅時候嗰種嘅甜蜜呢？講到點樣令到愛情圓滿，其實有好多嘅因素嘅，其中一個就係金錢嘅重要。史丹福大學嘅教授就曾經咧係寫過一本書叫做《愛與錢》，當中就好明確提出咗金錢點樣分配，又或者個家庭有啲咩目標咧，係好影響嗰段關係可以走得幾長遠、幾持久嘅。喺啲愛與錢入邊咧，就提出咗用5個 C 呢個理論去衡量一段關係嘅狀況係點樣。邊5個 C 咧？包括係 clarify， 即係釐清。check in 自己嘅人物同資源到底係有啲乜嘢 choices， 即係講緊選擇 consequence， 即係後果，同埋 communication， 即係溝通。除咗錢之外咧，一講到愛情，你都可能會聽過有個理論係出自80年代美國斯坦伯格教授嘅愛情三角論，就係激情、親密同埋承諾，可以話係缺一不可嘅。激情當中咧，包括可能係親熱啦，或者係性行為啦；而承諾就包括係確認一段關係啦、求婚啦、結婚等等。你有冇聽過有啲嘅名人因為出軌而令到自己嘅關係係要分手收場嘅咧？好似台灣嘅羅志祥啦、香港嘅梁榮忠，又或者許志安同埋黃心穎等等，都反映咗承諾係一段關係嘅重要。如果係承諾被破壞嘅時候，嗰個關係咧亦都會隨之而被破壞。至於呢個三角形嘅最後一個角就係親密啦，你會唔會願意同佢分享你內心真正嘅想法呢？弗洛伊德就講過人係有3重嘅，有本我、自我、超我。喺社會度，我哋嘅人格咧同我哋真實嘅想法係往往會係有距離嘅。你又願唔願意喺伴侶面前卸下呢啲嘅人格面具，展示出你最真實嘅一部分呢？你可能都會聽過一句話叫做婚姻係戀愛嘅墳墓。其實好多關係咧係未等到婚姻咧就已經係草草殮葬啊！所以及早咧係知道點樣經營一段關係咧，就好似經營一間公司咁樣，可以令到呢段關係走向可持續發展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好啦，咁上半部分咧就係講緊令到愛情可以係順利或者更加蓬勃發展嘅因素。然後呢一部分咧就講到我嘅求婚咯。咁我嘅求婚咧其實係非常之特別嘅，因為咧足足求咗4次。第一次嘅求婚咧係因為去七師傅嘅佛堂嗰度睇八字，就鼓勵我咧係即刻求婚，因為咧就時機到。但係因為咧我當時咧就乜都冇預備，冇花冇戒指，乜都冇。呢一個嘅求婚咧就係咁樣咧就草草收場啊。然後藉住第一次嘅經驗咧，我咧就去重整，並且咧係早作準備，咁就迎嚟咗第2次嘅求婚。地點同樣係七師傅嘅佛堂。今次嘅求婚咧係成功咗啦，吸取咗上次咧係乜都冇準備嘅經驗，又或者係唔知道要點樣做我就去搜集咗大量嘅數據去睇人哋點樣求婚嘅，模仿再加改良，終於係成就咗一個美麗嘅回憶。咁你可能問點解求婚仲要有第3、第4次呢？第3次求婚咧，其實係因為基於第2次喺佛堂嘅求婚唔係咁傳統，咁所以咧就想俾伴侶一個比較經典嘅求婚回憶咧。第3次求婚選擇咗喺一間5星級酒店嘅餐廳，有住美食、美景同埋美人
再一次咧就係咁樣出現㗎啦。至於第4次求婚係點嚟嘅咧？就係因為啊第2次求婚嘅時候，七師傅咧並唔喺現場。咁因為我一直咧都好想邀請佢咧係主持我哋嘅求婚典禮。咁跟住咧係我同七師傅咧講呢個想法之後咧，就促成咗最後嘅呢一個第4次求婚。亦都因為啊當時咧係志雲大師咧同七師傅咧係拍攝緊節目，咁就意外咧係造成咗呢一次嘅求婚咧，同時有2個名人在場，亦都咧係獲得佛堂嘅信眾咧拍手慶賀，鑄造咗非常之美麗嘅回憶嘅。今日好開心啊！嚟到咗七師傅嘅佛堂，咁咧係師傅鼓勵我係求婚嘅，咁當時咧就冇應承啦，咁但我就唔放棄，因為咧對你愛唔會因為1-2次冇回應就止息嘅。咁今日好開心，七師傅喺度見證啦，亦都好開心，我志雲大師啊，同埋有凌波車喺度。咁今日係得來不易嘅，咁希望每一日都同你有咁特別、咁驚喜，希望可以用一生餘下所有嘅日子繼續守護你。So sweet！好大啊！呢個鑽石，哇，好大粒啊！個鑽石。好嘢，好嘢，好嘢，好嘢。2個，好似呢個已經係，好似已經祝福你哋，祝福你哋，祝福你哋白頭到老，生意興隆，家庭幸福。你哋佢哋都有個YouTube channel 咧，跟住你哋越經營越好啦，越嚟越好啦。多謝師傅。好。你會唔會而家係單身，想揾另一半呢？你又會唔會已經喺一段關係，或者喺段婚姻入邊感到好甜蜜，定係感到彷徨無助，又或者感到痛苦呢？如果你對愛情有啲咩想法嘅話，都歡迎喺我哋呢條影片下邊留言。今集咧就講咗好多我嘅故事，希望咧你都可以有共鳴。如果你有啲咩題目想喺呢個節目聽到嘅話咧，亦都歡迎喺影片嘅下方話俾我哋知。今集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繼續 keep in touch。哇！快啲入嚟！咁搞笑咩？你都有份㗎？多謝先生，多謝多謝小眼，係咪好係事啊？做咩會咁嘅？哇！哇！咩嚟㗎？係啊，好黐線啊！你哋。哦，thank you，點樣啊？喂 ，surprise，今日係經營有道嘅特別版。呢一個場所我哋嚟咗2次，第一次嚟係因為莫名其妙嘅好彩，第2次嚟我哋都做經驗，憑住勇氣、決心請到佢哋嚟，我決心要搞好呢場求婚。我亦都希望你有一個美麗嘅回憶。今日係我哋第1349日，喺呢3年幾入邊，我哋去咗10幾個國家，我哋識咗幾百個人，我哋影咗幾千張相。有人話愛嘅本質就係被看見。喺呢幾年入邊，我睇到我嘅優點，亦都睇到我嘅缺點。因為你可以令我嘅優點發揮所長，亦都因為你，我願意去改變、修正、學習。人生可能好短促，有啲人30-40歲就走咗，所以我唔想等老咗先同你講，因為遇到你，可能係我幾世修嚟嘅緣分，可以被你愛上，係我今世嘅福氣，繼續守護你，係我餘生嘅使命。唔知你記唔記得我哋啱啱一齊嘅時候，你叫我作首情詩俾你，嗰首情詩係咁嘅，唔知道微積分係點計，但係希望可以同你玩足今生今世。我願意用生命所有餘下嘅日子，遵守呢個嘅約定。
裏笑着，風裏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縱是苦澀都變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遺忘此愛愛未老。願意今生約定他生。